我是阿珍。嗨，我是秀凤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璇。就介绍一下我们的江庭韵老师，江老师您好。老师好。江老师好。大家好。台湾台语语文竞赛评判委员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新著名语言辅导团顾问，前高雄市瑞祥国小台语老师。江老师，我们新住民姐妹啊，怀孕嘛，要生孩子，那怀孕那个过程呢会有害死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怀孕好了。像怀孕啊，像我们台湾的习俗啊，前3个月嘛，就是最好亲朋好友啊，跟我们聊天的差不多要拍肩膀哦。这个是禁忌，对不对？因为很怕流产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吗？对。但某这个吼，迄个讲，譬如讲拍肩胛头啦。肩胛头，这肩胛头，肩胛头，肩膀就是肩胛头，肩胛头。那是讲挂重的物件啦，挂重的物件，不是体重嘛，老师？这个体重的叫挂嘿，是摸啦，看你挂还是摸，都是摸，嘿，叫摸，要包起来。对，摸重的物件是挂重的物件。就挂水啊！老师好像听说不可以垫脚尖哦，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练骹背哦，你会袂知啦，袂知惊讲会可能跌倒啦，吼迄个有心的人吼，伊也跌倒，可能较无好安尼嘿。所以大家就是要穿平底鞋，而且要整滑的，对，金泉好。老师，我刚听到你说。五星是不是怀孕的？对，五星，五星，我五星啊，五星，怀孕那就是五星。那现在比如说我怀孕了，我想告诉大家，我说我怀孕了，那台语怎么说？我五星啊，我五星啊，然后五星啊。刚才阿珍说，她从第一天害喜到生出来一个隔天为止，害喜怎么说？白囝。袂囝啦，他要卖孩子。为什么要卖孩子呢？卖孩子，袂囝不是袂囝，袂囝的是卖孩子哦。卖孩子袂囝，袂囝就是害死，这样对吗，老师？对啦，就是因为一个囡仔伫咧腹肚内底嘛，你那亲像咧破病病囝，所以也是。病囝两个的，病囝，笑风家的，老师还有一个好，大家在笑我哈。那个老师还有一个是跟别人说不要怕，怎么说？卖惊，卖惊。也是无惊，看你要安怎讲，无惊，就是你。无惊，不是无惊，无惊是没有孩子。无惊是没有孩子。无惊，免惊，无惊，卖惊，这个害死呢？害死叫做白囝。白囝。破病。那金泉跟秀凤来学好了，金泉跟秀凤来讲看看。白囝。对吧，老师？对。好，那这样子阿珍要多练的解释哈。但是怀孕的时候啊，就是口味会变很多。比如说，我就突然就很喜欢吃巧克力，而且要黑巧克力，而且很甜的巧克力才可以哦。而且每天都吃巧克力。但是我听说怀孕吃巧克力后喝咖啡，孩子皮肤以后会变黑，那你孩子呢？皮肤会没有啊，变泡泡呀。没有，没有。他只是证明说以后怀孕的时候吃多黑的食物都没关系。对，我很喜欢吃甜哦。好，我爱吃甜的，所以我想吃甜的。台语怎么说，老师？我想要吃甜的。我想要吃甜的。我想要吃甜的。清泉呢？清泉怀孕那时候想要吃酸的，老师，想要吃酸的怎么说？想要吃酸的。想要吃酸的。我想要吃酸的，可以吗，老师？对，可以。那秀凤呢？我害喜的时候想吃辣的，也想吃咸的。辣的不是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，看妇产科啊，医生会说，尽量不要吃刺激的嘛，咖啡呀、茶啊，尽量不要喝少一点，或是辣椒、辣这个刺激也不要吃太多。但是马来西亚的医生不会说吗？马来西亚医生不会劝我们不吃辣，因为辣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味。
其实辣椒本来就是所有生活食物里面的一个调味而已，所以不会劝我们不要吃辣，不会吃辣的喝咖啡照常吃，没问题。真的哦嗯，所以马来西亚的小朋友一出生了之后，那就是喜欢辣这个味道了。就是他不知不觉，他幼稚园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吃辣的，他也想以后要吃一点，然后刚开始吃就从一点一点的吃，他们就会习惯了。哦，好，就是辣的。有时候我们吃辣的，我们说啊，这是辣的，你不要吃。他说，我要，然后他就吃一点。哦，真的哦，印尼朋友啊，跟马来西亚朋友很喜欢吃辣，辣的怎么说？老师？咸的，咸的，我要吃咸的。我我想要吃咸我想的。要吃咸的，我想要吃我想咸的，要吃咸的，还有咸的。咸的，咸的，我想要吃咸的。我想要吃咸的。对。哼，那我们再做复习最后一次了。我想吃甜的。我想要吃甜的，我想要吃甜的。我想吃酸的。我想要吃酸的，我想要吃酸的。我想吃辣的和咸的。我想要吃咸的，我想要吃咸的。我想要吃咸的。我想要吃咸的。大家学会了吗？我们下周见，谢谢好，再见，大家，再见。